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初5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行政长苏贞昌伫昨昏已经宣布，针对加扣的税金有一部分会摕来全民共享，按算每一个人会当分到现金6000块。行政院会提出特别条例，并特别预算送立法院审查，可能会用汇款的方式，把钱落入去民众的口袋，上紧伫2月底就会当摕到。政府税收超顶4500亿，决定要限税予人民。行政长苏贞昌初时宣布，将其中的1400亿交予全民共享经济成果，每一个人普发现金6000，俾伫开春了后，予全民新春祝福。从小到老能够共享经济成果，每人6000元。那相关的法源以及应该怎么发放的软体设计等等各部会。正在盘整预算的编列如果他们送过来，那我会很快的请各党团大家共同来协商，很快的大家做一个决定如果说大家都同意的话应该也顺利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很快的发放。姚秀芬强调，立法院一定全力配合，朝野党团哪拢同意，都会当量早发放，每人6000个开工红包。预算由行政院会通过，各送请立法院同意，上紧伫月底3月初入销。针对中低收入户也增加，赶伫农历过年进前，加发低收入户每人750，中低收入户每人500，还会当逐个月入销。政院将提特别条例编列特别预算，送立法院审查，传出可能用汇款的方式将红包汇到民众的户头，那低收入户已经有做册，也毋过对无户头的民众也是有面外界烦恼，可能加做红包顾忌。政府若这次建构人民账户的资料，未来相关退税、补助申请可能可以更加便利。然而，牵涉到资安、个资等问题，需要通盘考量，并与金融机构讨论。本席建议可以汇款及金融机构请领并行。中央立委大家见脑筋，提出配套措施，包括比照500元伫超商领，也是银行临柜清领，互民众年后开工赶紧领到红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苏贞昌已经宣布，加扣的税金一部分的钱会摕来全民分现金，每一个人6000块。民众听了拢是感觉真欢喜。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分现金对刺激经济效果有限，可能会变做替代性的消费，也是甲钱欠起来。即马通货膨胀指数物价大起，若要买食的，都爱一个钱拍24个角。这嘛，互惯势买菜煮食的人是感觉真怨叹。最近大家拢咧讨论加扣的税，敢是要幸福人民？即马决定会发现金6000块，互每一个人。按算伫咧申请了后会分，民众是真欢喜。现金的话，你传统市场其他地方你都可以用。对，只用的范围比较大啦。水电费什么，人家可以拿去缴啊，不一定要用在玩乐上面。现在那么苦。对不对？你也消费券，伊无开袂用的啊，对。现金真的很多人会放在口袋都不花啦。回头看过去发展相关的情形，2009年因为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马英九政府发放每一个人3600个消费券。2020年的3倍券，甲2021年的5倍券，是为着疫情了后振兴经济。包括消费券，互迄当阵的 GDP 加悬到0.43个百分点，3倍券 GDP 加悬到0.53个百分点。另外，学者估计，发5倍券 GDP 提升0.6至0.9个百分点。发钱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它都会产生一个替代效果。所以说，我们整体的消费如果没有增加的话，对经济的刺激就会很有限了。因为券它有期限，你在期限之内，你一定要把它花掉。吴大仁表示，就算发现金，对刺激经济效果有限。不过，政府的目的是伫经济成果全民共享。针对有部分的人批评讲，行税予人民应该是有纳税民众才会当领，安尼会较公平。不过专家认为讲，要增加排付的行政成本，不如甲省起来，紧发予大家。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要提醒乡亲，本土疫情长得清悬，昨昏是新增加33330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17例，若大病入境的有541例。伫大病入境这部分的人数是出现疫情3冬来一日上济记录。有感染科医生即马是警告讲，变种病毒 BK.1 有可能会正做国内流行的病毒株，所以呼吁民众爱紧去煮新配方的预防茶。
第三波疫情快速来增加，初4拜3新增加33330例本土病例，中重症33例，死亡17例。第一注意的是境外移入有541例，创下疫情以来对2020年起单日新冠的纪录。本土加境外确诊数拢清悬，未少民众烦恼去为着超工请假来做疫苗。台北新竹市场疫苗注射站，早期250个名额拢已经被有用完了。最近疫情又升温嘛，然后又有新的变种病毒，那我想我们还是先来把第4剂打完会比较安心。还是打一下外国的疫苗好了，对啊，尤其有次世代的就打次世代了。世卫中心预估，这波疫情上最时阵可能落地的过年了后，日港的确诊可能会超过4万例，而且中和感染率大约是5%，也伫增加中。而专家是警告，新兴的变异株会强起来。本土 BA.5 变异株将会比率下降，对后边的经验来看 ，BQ.1 恐惊加速一波过来主流的变异株，甚至不排除社区多染病毒流行。说不定是同时在台湾的社区里面有2种新的变种病毒在那边传来传去，那这个会使得第一个双重感染的人会变多，然后再来呢，疾病可能会说不定会变得比较严重。专家提醒，过年是要到啊，有期社区传播风险会增加。建议出来有老大人，伊是高风险族群，也未注射对家这的人，也是把握着已经好啊满3个月的人，以及过年前有亲戚朋友对国外返来台湾的，应该赶紧去注射次世代疫苗来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啊，毋那出入境的旅客变多，伫国际包裹的数量即嘛变真多。为了要防止非洲猪瘟，政府是呼吁民众千万毋通偷偷啊对炸猪肉片入来咱台湾，若是违反规定，上当会罚20万。另外，去年防检局就针对非洲猪瘟的感染区偷寄猪肉制品来台湾的违规，罚收到的人20万。目前已经有3个民众防罚，那因这物件拢是对网络买来的。真空包装的烟尘，外包装写简体字，也写着简体字的回锅肉主题曲。另外，贩卖口味的烟尘，这拢是台湾民众网络买为中国非洲猪瘟疫区寄来的猪肉产品。政府已经为去年5日空用裁罚收件近20万的新制，有缘有3个人唔听从党法。第一个，我刚刚提了说，有寄了五件包裹来的这个，它其中有1件测出来是非洲猪瘟的核酸阳性。那第2个案子，他寄了1件，这件也是非洲猪瘟的核酸阳性。裁罚新制上路了后，边境拦截324件违规邮包，以中国甲香港上侪。都因为违规案件一直出现，月饼、肉粽、肉肠拢有。防检局特别提醒，部分强调鸡肉的产品也可能有猪肉成分，民众爱提高警觉。鸡仔饼怎么是含猪肉？是，它就是有含猪肉，是不能带进来的。那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去问我们的检疫人员，去问检疫人员，因为其实你主动去问，其实这是不会罚的哈。农委会阁指出表示，非洲猪瘟病毒威力恐怖，真歹程度只有全力防治。以目前在亚洲地区的国家来讲的话呢，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它清除掉了。今年春节假期有10天，离出境旅客会增加。农委会阁一次的提醒民众，何时出国必看唔买清单。去年违规炸肉片入境，共裁罚20万的旅客，达到169人，是前一年的3.9倍。农委会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疏忽，来损失金钱。记者综合报道。在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伫北部、东北部温度有小可回升，北台湾有低涨坡。那明仔载，因为有冷气团会入南，温度会小可下降。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大陆冷气团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回升，新竹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低涨坡。那伫基隆北海岸是有大雨机会，其他所在今仔日拢是多云到好天。北部的温度大约是17度至22度，中南部的温度大约是14度至26度，伫中南部温差会较大。明仔载，阁有大陆冷气团会入南，温度阁会小可下降。落雨情形是甲今仔日差不多的，以这方面的北台湾为主。那拜6礼拜，因为大空气入南，全台湾各地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那伫南部下港已经拢无雨水，江本水库的水即嘛是愈来愈少。去年12月初，伫台南就已经减压送水，嘉南地区早冬稻仔拢已经无种啊。水利署伫去年底开始有伫水库做人工雨，也毋过效果无好，所以江本水库目前脱水量敢若剩28%。
旱这几天乌阴，工作人员紧伫水库边放吹雨火焰剂。三分水库集水区已经1年多拢无落大雨，为了增加水库的扣水量，南水局自去年底开始，就一直咧做人工吹雨的工课，效果算是真有限。到初4透早为止，扣水量也是干那28%。北部的水库都要多到水调节性放水，但南部像我们曾文水库只剩28%。所以我们很感谢农民各界大家一起配合，政府也都有配套措施。行政长苏贞昌、经济部长王美花初4特别落南来巡水情，因为三分水库水情暗倒，台南自去年12月初就变做全台湾唯一一个水情灯号黄色减压送水管区。今仔嘉南的一支丢自去年开始，就部分是无水探好引产，今年佫是全部拢停。非常重要就是用万通的方式，就是南北向怎么样互相的调度？对台湾来讲，要开新的水库都不太可能。极端气候和台湾各地雨量差真济，经济部嘛讲，因当咧研究安怎做南北的调配。不过，若是南部佫无落雨，恐惊用水会佫愈食力。苏贞昌也指示经济部等部会协商工业、民生等等的用水调度，保民众用水权益。记者转报道。继续关心桃园行情，企业工会本地是放调工，伫过年期间因要罢工。昨昏针对调关薪水这议题，是由董事长亲身召开劳资会议，协商了后，针对工会讲的6大诉求，包括调关薪水、加年尾奖金这资方全部拢接受。资方即马是答应讲会调关薪水调4%，年尾奖金分1个月，阁会加8万块。所以工会嘛对外宣布，伫过年因无要罢工啊。透早伫劳资会议进前，桃园工会将红红纱写大大一个碑，挂伫办公区外口，诉求疫情期间拢无休困，年终奖金无应该甲母公司中华航空有落差。另外要求公司重新签订自民国89年都无更新的团体协议，若无就要依法准备罢工。桃园董事长亲自出面，甲工会面对面沟通，工会提出6大诉求。包括夜间电贴要为50块调整到75块，另外要求调薪4%，年终1个月加8万，争取疫情激励金15000。工会也希望电贴调悬，佮建立常态晋升制度，予非编制人员有转任的机会甲时间表。双方协商1点钟，资方答应6大诉求甲年终奖金发放，拢尊重工会提案。其中设计公司组织编制调整，将依法提报董事会，通过了后分阶段实施。在刚才的会议上面来讲，我想这今年的这个劳资协商的一些研讨的部分来讲，也是相当乐观的。包含我们市政府啊，还有像交通部啊，大家都很努力的，就是私底下也是不断的在做这个劳资双方协商的工作这样。去年劳资协商5摆拢无成，最后送调解也无成。今下总算达成共识，桃园工会明确表态，原定1月7日被就把交通部电控甲迄天有假启动罢工投票相关活动全部取消，全力配合春节疏运。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行情成功争取到年尾奖金1个月，阁加8万块。不过中央行情的员工甲大拢无得到公司的回应。中央航空企业工会就表示，有员工可能会离开，或者是伫大过的时继续用依法休假方式来表达诉求。若伫网络顶头买当发现讲，公司着急要找人，要找过年的临时工，一工是2400，阁会当现领，这是互在业看落是真切心。毋过嘛代表公司真是欠卡手。航空界人士流传伫社群网站的这张截图，讲赶紧要找桃园机场过年时来搬行李的人，一工是2400，当日汇款免费用餐，毋过无确定交付单位。另类银行业者分析，其实对于去年10月中国境解除禁令了后，机场地勤这方面就真欠人了。是第4季的每个月的那个地勤人员的职缺是来到106人左右，那相对于2021年跟2020年确实有相当明显的成长。中央航空伫顶在网站内招募工作人员，对着员工希望年终奖金来增加，最近也未正式回应。中央航空企业工会讲，依法中群的员工未使加入无共公司的中央航空工会，不过已经未少人联问安怎来争取权益，也有人计划要来洗头路。请假你还能把他们劝回来，但离职的人基本上就你只能赶快再找新的人。那如果在过年期间
离职潮跟请假潮一起发生，那其实会很麻烦。看这两大航群去年营运状况，根据服务的航班架数来算，通航群前3季总共了3亿5千班，中型航群占同期场的地群量年较细，也了9938班。这阵通航群争取调薪加年终成功，中型航群是维持伫去年底加薪水2000块，发放1个月年终奖金，后续是毋是增加，这阵也唔知影。跟绩效的联动这个部分，除非他们公司的内规或者是其他部分，你要做一些修改。不然以现况的方式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绩效挂帅。学者分析，港集团有无讲业务，就亲像中型航空业务都比较中型海运的年终奖金，不过受到疫情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经验。对于公司修改绩效认定的标准，那无民营公司也是要看数字来进行公司的治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因为招减坏关系，即马大学拢招无学生，招袂甜。即马大学嘛拢在抢人，为咗科系紧改名，希望吸引学生来读。第112学年度上新改名的科系内底，元宇宙、半导体、AI 人工智慧、云端、影像发展，这热门看起来有未来性的字，拢有出现伫科系改的名内底。所以有的科系名即马是愈来愈长。来关心中国时报。去年政府有关这57项军事商品，经济部即马宣布要扩大禁止出口去俄罗斯、白罗斯的管制范围，新增加的核能的物质，还有材料、化学品、机械遮计共有52项，拢要扩大列管。除了硝酸车，还有亲像警棍啊，还有手铐、卡镣，即马列管在内。来关心自由时报。国军若亲像是个标出重大的强谍案，主嫌是空军退休泄露的一个上校，伊去中国做生意，互对方吸收去，再翻头倒来咱台湾收集军方的证书，佮吸收6个各地军中服务的阿兵哥加入收集证书的组织。高雄的检方即马甲因7个人拢移送法办，尾也有4个人互收押，其他3个人是以10万至20万交保。另外一个官司，这是伫台南市的正副议长选举出现贿选走票的一寡证据。民进党的议长去年甲副议长林志典，还有3个走票的国民党的议员，还有即马甲民进党中正中执委郭在钦，即马因为涉案，拢互检方约谈。去年昨早是以50万交保，经过审问了后，台南地方法院伫昨暗11点半，即马嘛新裁定郭在钦收押禁见。对着镜头比赞的这位是被怀疑涉入台南市正副议长选举贿选案件的关键人物杨志强，以8做会市议会无党联名顾问的团长，正常关系正好。检调伫伊的公司超出装伫保冷袋内面的800多万现金，怀疑是选举的后车金，伊赶紧澄清。这样比较好，现金嘛拿进拿出安全一点。你放在那个银行袋子就不安全。检方初3采取大规模搜索约谈，包括牵涉到案情的民进党籍议长区里里等人，先后拢被列做被告，其中区里里50万交保，副议长林志典20万交保，无党籍议长黄立昭加走票和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议员李文俊、张世贤加李定国分别19、25万交保。另外，李文俊加李定国亲友也因为涉案交保候团。初4案，台南地区裁定郭在钦羁押禁见，杨志强是无保请回。绝对没有这回事，绝对不可能。国前议长也跟我是好朋友啊，不可能这样。现在他到底涉入正副议长案件中是扮演什么角色？我想这个是由检调单位去查明吧。司法界立调查乌金的证据，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也讲支持检调彻查到底，连政会也开始调查，重严处理。我想还是尊重这个检调的一个调查啦。那最后的结果也希望可以，不要有任何政治力的介入，那公平公正。检调追查对象是毋是也会扩大？台南市议会即马大家拢无出声，等待司法的调查。一若无够限的人数计，检方无排除的具体，若是具体无够限，将会通缉到限。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咱即马来关心中国的疫情持续在炭烧，持续滚价。上海真侪间大病院，即马病院内底拢是病人。法新社就报讲，上海的感染率可能已经达到70%。也毋过，中国的官方对外公布的数字内底，中国初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案例，敢若5例。世界卫生组织就批评讲，这数字遮含，这数字是要安怎信？北京的病院救护车一直送发烧的病人来，病院的工作人员走在道袂互人翕。不过官方所公布的数字，中国初三只敢若新增加5例新冠死亡个案。世界卫生组织质疑中国伫咧认定感染死亡的标准有问题，批评因的定义标准太过严格。We know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all countries very often in recording hospital-related admissions and use of ICU facilities. But again, we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numbers being published from China underrepresent the true impact of the disease in terms of hospital admissions, in terms of ICU admissions, and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deaths. 这是 WHO 官员对中国最近处理疫情的方式做出上明确的批评。中国疫情扩大，根据法新社报道讲，上海感染率可能已经到70%，病院甲火葬场已经强要无法度负担，而且因为旧历的过年即要到啊，村军人员山顶动将会引起农村甲中小城镇的疫情罄源。这边的感染高峰期应该会出现伫咧1月中到1月底。不过，中国外交部对各国实施的相关限制措施，再度谴责是技术性的做法。各国的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有歧视性做法，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sehr ernst nehmen und da China derzeit kaum Informationen veröffentlicht, ist eben nicht nur die enge europäische Abstimmung so wichtig, sondern auch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WHO über volle Transparenz bezüglich dessen, was in China gerade die aktuelle Lage ist. 德国希望欧洲定出对中国新冠疫情的共同解决方案。后面这位会讲，27个成员国家绝大部分拢希望来自中国的旅客伫出境进前做新冠病毒采检。公司新闻陈伟林5期抢编辑。美国新一届的众议院伫初三的时开始开会，不过头一天就乱吵吵。加州共和党的议员麦卡锡原本是要代表共和党出来选议长，不过因为党内同志有人无支持，有人走票，连续3轮的投票，伊拢无摕到过半的票数，所以议长即马是选袂出来。这嘛是众议院头届出现这款情形。The Honorable Kevin McCarthy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has received 202. No person having received the majority of the whole number of votes cast by surname, a speaker has not been elected. 美国新一届联邦众议院开议头一天就规乱吵吵，连3轮的投票拢选袂出议长。原本呼声真悬的加州共和党籍议员麦卡锡，因为党内分裂，一直无法度摕到当选条件的218票，众议院陷入无一个通带头的状态。这嘛是众议院8年来头一届无法度伫头一轮的投票就选出议长。共和党伫这一届众议院占222个席次，敢若有部分的优势，党内敢是有团结，决定议长敢是会顺利出线。不过有差不多20个极右派共和党众议员不满麦卡锡过去对民主党伤过温和。伫投票进前就讲不支持伊做议长，果然伫头一轮的投票就开始分裂。到第2轮的投票，众议员乔丹出面提名麦卡锡，想袂到伊家己嘛去互其他的人提名，真做竞争对手，场面实在是真家摇。And I think Kevin McCarthy is the right guy to lead us. I really do, or I wouldn't be standing up here giving this speech. I rise to nominate the most talented, hardest working member of the Republican Conference who just gave a speech with more vision than we have ever heard from the alternative. I'm nominating Jim Jordan. 前2轮麦卡锡拢敢若摕到203票，离218票的条件还佫差真远。第3轮甚至是减1票，也若对手民主党杰佛瑞斯一直拢是稳稳摕212票。感情即马议长选袂出来，众议院决定休会先休困，过2天再佫继续。若选袂出来，就一直选落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继续关心乌克兰伫今年的元旦有攻击乌东的马克耶夫卡的一个临时兵营，这是造成俄罗斯军队严重死伤。俄罗斯国防部伫初3时对外表示，死亡人数原本讲是63个人，不过即马已经增加到89个人。会去防攻击的原因，就是因为红顶条的新兵在菜鸟
违规使用手机啊，才会互乌克兰的军方锁定。乌克兰轰炸过了后的临时兵营现场正在进行热闹的清理。李不兴被炸死的俄国士兵，家属车衫伫故乡萨马拉替因举行葬礼。有人真伤心，也有人讲一定要报仇。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погибли десятк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Но нас не сломить, и горе объединяет, я вас уверяю. Мы вместе сокрушим врага. Нам не ставили выбора. Ни мы, ни наши мужья, мы не хотели войны. 2023年元旦饭点的时阵，乌克兰使用美军提供的海马斯导攻火箭系统发射6粒的飞弹，轰炸位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马克耶夫卡当地一个由职业学校改造的临时兵营。卫星的画面显示，军营被轰炸了后，员工强要看无。原本俄军表示有63名士兵死亡，车衫甲死亡人数调升到89人。不过乌克兰讲，至少有400名俄军被炸死，另外有300人受伤，双方是一边讲一款。不过，俄国国防部承认，所有遭到空袭是因为招募的新兵大量违规使用手机，造成坐标和乌克兰来锁定，已经对失职的军官来展开调查，并且接受军法的审判。不过，俄国国内媒体甲政党人士批评，甲这么多新兵集合伫同一栋的建筑内底，而且瓦军就是拄准弹药的军火库，凸显俄军的无能，完全是不可原谅。这新兵是俄国总统普廷去年9月下令征调30万大军上战场的其中一批。普廷册衫签署命令，每一个死亡士兵家属应得到500万卢布，折合代票大约215万的抚慰金。国际新闻郑元庆编译。那即马有真侪国家拢喺面对高龄化这个问题，法国伫今年嘛继续推动年金改革。即马是打算要甲退休的年纪对62岁有关到65岁，也毋过法国的工会反对。那伫澳洲，是有真侪老人退休了后，也是继续出门去食头路、去趁钱、去找找家己的价值。年金改革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第2个总统任期重要的内政计划，嘛算是今年就是改革的一年。热人结束进程要开始实施，总理表示初十就要对外公开全部改革的细节。其中受到上界强烈反对的一条，就是把退休的年岁为62岁延到65岁。工会初三甲表示进行谈判，坚持退休的年岁，无论是延到64岁或者是65岁，拢是达到因的红线，无摆拄会联合抗争。syndicaux. Je crois que vous avez noté depuis le début une volonté de travailler ensemble avec les autr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Cette volonté, c'est de s'opposer à une réforme qui pourrait être annoncée dans la semaine prochaine. Eh bien, en fonction de ce qui sera annoncé, on définira ensemble et le mot d'ordre et les conditions de la mobilisation et les dates de mobilisation. 最近这几十年来，几啊届法国政府，无论是左派或者是右派，拢要为着处理欠预算的问题来推动年金改革，而且嘛一定会受到工会强烈的抵制。马克龙的计划范围是更较宽，同款嘛是受到真侪争议。总理表示，65岁这个数字并不是袂当改变，也有其他解决的方案，会当来帮助政府实现2030年并行养老金体系目标。专案按算23提交予内阁，2月开始国会辩论。镜头换看澳洲，退休也是继续劳动，是真侪社会人新的选择。在疫情了后，劳动力欠缺的时期，为了离亚省这间餐厅。全部拢请已经退休的人，这毋但解决骹手无够的问题，嘛当帮助因趁钱补贴生活，而且持续甲社会接触。It makes me feel better, and I love putting in. I love contributing. I think it just keeps me fit and healthy and happy. 不过根据法律的规定，领退休年金的人会当另外做工课趁钱，不过有金额限制。当局嘛当地做试验，评估要安怎放定规定来善用这阵资深的人力资源。国际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今年头一个冬季风暴来啊，北部平原还有5大湖地区拢当咧落大雪，那南部是可能会受加利亚风侵扰，而且佫会做大水。来关心美国嘅联准会，伫去年底有讲会放慢升利息嘅脚步，也毋过根据会议嘅共识内底记录，因为通货膨胀是真严重，也是真吃力，所以今年也是未降利息。来关心路透社有报讲，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经有允准4间中国的国有企业重新对澳洲进口土炭，这是对2020年中国对澳洲实施土炭禁令了后头一届放令。
头，佮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电子烟甲加热烟，即马是愈来愈时行。严格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即马是积极国建署，那亲像受外界压力，地书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大改向，干那要管制烟草，无要管制加热器，佮讲加热器算是电子产品，这毋是卫生单位管的。严格民进党的郭建明是否认政府有受什么款压力，强调禁止电子烟、立管加热烟立场拢同款。对抗烟商，救下一代。国民党立委林维洲甲当时基金会这人下晡搁再召开记者会，集齐顶礼拜国建署甲调野立委拢讲好，甲亲像斗阵的薰吹头这物件立管，袂使宣传广告，无满20岁袂使买，甚至也定出条文版本，无想到拢被推翻，因为国建署受到定势压力，全部翻盘，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了。说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到底谁给的压力？是烟商还是民进党高层？行政院近日提出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加烧烟、电子烟采一开一禁方式来立管。另外，加这个烟点烧的物件也达成严管的共识。不过，上新的版本却是无立管。卫福部国民健康署长吴昭君澄清，烟害防治法本身是对烟品的管制，像斗阵的烟吹头这种物件，国际上也无法令用参考。国民健康署也没有能力去管这个电子商品的安全性，还有相关的标示原则等，那是有相关的单位在做管理。因为这期加烧烟若是开放进口，有上千亿个商机，上迎面的就是美国，无排除是美国施加压力。不过，郭建明讲毋是安尼，强调行政院的立场就是禁止电子烟立管这个加烧烟。而民进党立委苏巧慧也强调，像斗阵的这类烟吹头物件是会被管理。反过来讲，凡没有被通过的，它就是非法，从此可以取缔。调野第4摆协商要拼这个会期完成3读，郭建明表示，立法院会已经把这案列入议程，强调若继续无共识，就会送议会来表决。杨哥林维洲表示，国建署甲调野立委议员无度取得共识，下礼拜会继续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市立委补选，伫这个礼拜日要登票。昨昏是举办头一场公办政见发表会，民进党的吴怡农除了讲政见，也批评对手日头在做乌。那国民党的王凤美是呛民进党的伫立法院实处已经伤济啊，无需要再加一个投票部队的立委。台北市立委的补选礼拜要投票，头一场公办政见发表会测试登场，民进党吴怡农首先来发言，讲到家己伫高雄工作经历，也有重视政治是受到老爸影响，做拍这个清气的选举，批评对手用刺激的催暖剑取代甚至暗含理性的政见的讨论。擅长谩骂、擅长口水、擅长造谣的人，如果政治由他们来主导，那么我们很难看到国家的未来。吴怡农也讲到，上山基定的线索，国防兵一个改革，也有边界立动英语这政见，用正面对决，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国民党王凤美开场先质疑吴怡农无关于辩论，所来讲包含协力和三手演绎这5大政见，强调家己的立法院一定要强力来监督。民进党的席次已经太多了。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可以用碾压式的方式，所以未来我们并不需要再是一个为政府去护航、去做投票部队的立法委员候选人。王凤美炮火对向政府继续批评。第3位无党籍候选人萧浩玲是15分钟拢无讲话，表情真严肃，看向镜头，一直到这个时间结束。本次候选人政见发表会到此结束，谢谢收看。选前到最后，候选人也出动车队来拜票。吴怡农早起有代理主席，但今摆陪同。暗时经交副总统赖清德徛台。王凤美是找台北市议员陈炳虎来坐镇，继续拜票。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县长柯淑华上任了后，伊立委的缺嘛爱补选，按算第3月初4这个选区会登票。国民党是决定要征调前南投县长林明珍来参选。民进党的中常会即嘛已经通过要征调伫选县长的时，柯淑华的对手蔡培慧来参选。
南投县长柯淑华顶个月25就职，离原本立委的席次要伫3月初4补选。在连选方面，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各有因的计划。国民党方面最近进行党内民调，评估以前县长林明珍的野面上悬，初三由秘书长黄建庭到南投沟通了后，初4确定定调前南投县长林明珍参选。现在党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够抽脚就不管了这样不行也太不厚道。我当2届的立委争取了209议会建设南投县，那么当县长那更不用谈。国民党的林明珍现年71岁，做过2届南投县长、立委、关议员甲一级镇长，长期服务地方，实力是真心。伊表示，柯淑华所在南投第2选区，国民党摕下真好的票数，加上做立委期间所争取建设，有信心甲这个基本盘改走掉咧。伫民进党上官也伫初4由中常会宣布定调蔡培慧来参选。会展现诚意，然后诚恳的来拜托大家。蔡培慧也会把我的政策制定的能力跟执行的能力，中央连结的管道建制好，为南投而努力。蔡培慧现年51岁，做过台湾农村电商发言人、民进党无分区立委，也有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这都经过9合1大选，蔡培慧表示对着地方的需求有深入的了解，更会使回应乡亲的需求。而投票只有2个月时间，一定要全力来争取这个关键的一席。记者综合报道。那有民众是表示，新竹的南寮渔港下年烟火本数拢无人请、无人拼，这是因为新竹市市长高虹安上任了后，甲环保局派遣的员工拢死头路，才无人去拼清本数、甲拼本数。严格市府是背回讲，这是无影无迹的消息，是假消息，而且嘛讲要告散布假消息的人。网络顶悬有人在传讲，因为新竹市新市长高虹安就任以后，决定要甲环保局毋是正式的员工全部死头路，这造成新竹南寮渔港无人拼本数。市府知影了，赶紧公开澄清。在这一段连假期间看到的一些事情，真的让人感到蛮痛心的。包含说有一些民众可能将一些我们的明明就已经排除的南寮渔港的脏乱问题，用旧的照片持续的在社团上面去做一个不实的发布，甚至也有一些民众误会说，高虹安上任之后会把所有的派遣的这个员工的部分全部砍除，改成用正职，这些都是不实的谣言。只是想袂到澄清了过15点钟，有人超工在网络顶悬继续写讲，清洁队员过年了连面第4页，只有决定提出告诉。来做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提告的动作，希望说不要再让这些就是莫名其妙的粉丝专业，也不是新竹在地的市民只有强调不实的谣言，唔会伤害到持有员工的士气，更加会影响到基层的心情，所以这摆袂阁再吞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北信义区的信义新品，是全台湾唯一一间24点钟的册店。也毋过，搁做一年，伫今年底因就要收起来呀。公司是发出声明，讲因为厝头家统一集团要甲厝收回去。风声讲统一集团会甲这个所在规划做百货公司。台北信义商品作为商品全台上大店，加上24点钟无休困，真想册袂介意。也毋过商品发声明证实，因为厝头家较真收回建无商品信义店，营业到今年22月后又结束。最早是敦南店吧，敦南店之后来到信义店，然后信义店如果也倒的话，那真的很可惜。会觉得实体书店现在也越来越少，大家就是网上买书啊。松烟这边呢，未来可能还会有大巨蛋营业带来的，不管是观光旅馆或者是高级办公室，甚至是我们说观赛或者是一些演唱会活动的这些人潮。包上三港五桥信义商品一间24小店可能由上烟店接触纪录馆，附近相关有希望带来洗牌。它的书籍很多，而且有复合式，可以让我们有读书的地方、看书的地方，非常好。受民众消费习惯改变，加上电商通路竞争，实体册店经营一定有挑战。外界也关注，随着大厝头家统一集团收回商场，后一步安怎行统一回应？商场回收会自行规划使用，也毋过未来安怎运用被对外讨论。北部、台南、高雄都有大型商场营运的这个经验，而且我们看到，跟国外合作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认为它以多品牌、多角化的经营的目的来讲，它自营的机会会非常大。
经济统一集团内部人士指出，商场回收初步方向会规划做时代百货地馆，甲瓦近的统一时代百货台北店连做伙，甲附近的成功沙华瑞丰百货并列台北星级商圈三大势力，也显示统一集团扩大星级商圈布局的高度兴趣。记者综合报道。水利署第9河川局监测花莲木龟壳生态，结果去翕到一只原鲟，有人叫伊小鲟，因为这款鲟是外来种，野外族群若是数量上济，就对环境甲生态也有农业经济拢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花莲县政府即马打算要开始掠。是去年10月26日，第9河川局伫花莲木龟溪吉安高滩地翕到的画面，有一只马鲟对这个摄影机边啊弄入去草丛内底，就消失去。实际来到现场附近的农民拢讲，因毋捌看过，这是头一遍出现伫个花莲的野外，引起重视。没有看到。你们的作物有受到一些影响吗？没有。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外来种，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其实几乎没有任何的天敌。那在去年的那个6月1号，我们国内也公告禁止输入进口，所以我们这次发现也是非常的意外。马鲟的原生地是伫北美洲，因为外形古水红引入来当作挺生物，不过正恶劣市常常互弃用。变若讲探生野外较大棚了后，总计会影响到农作物、小型动物，拢会受到因严重的影响。它算很聪明的动物，人们啊，我没有挂锁头，它基本上它就有办法找机会把它逃脱了。它几乎什么都吃，所以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好。那像在邻国日本，他们也因为宠物弃养，然后造成野外有野生的浣熊出现，然后也造成他们非常多的经济上面的损失跟困扰。因为马鲟伫2017年造成日本的农损超过3亿2的日票，日本政府已经来做计划性的刷除。台湾虽然伫2022年6月7日甲马鲟甲列做是进口管理的名单，不过并无禁止甲饲。目前官府干那会当找人来甲掠，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再饲猎个甲乌白蛋。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美国最近有立法甲马列入去第9大贵宾园的清单内底，若事实上，咱台湾伫5档前就有伫甲麻列做食品贵宾园的标识。医生是警告讲，总讲对麻有过敏，严重食可能会死亡。红叫做永生抗老的食材麻真可能造成过敏。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 FDA 宣布，今日元旦起将麻列入第9大过敏原清单。国内动物科医师表示，麻过敏症状类似头头过敏症状轻的人，皮肤会起浸膜，那严重可能会造成休克的死亡。吃下那个食物或接触到那个食物的话，可能会产生支气管的收缩、呼吸困难、胸闷，严重化甚会有休克，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加强公布食品过敏原信息，咱国卫福部食药署早伫107年公告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业者需要强制标识项目，由原本的虾、酸叶、土豆、牛奶2等6项，增加麻含腐殖类、菇类等有11项。没有依照规定标示的话，依食安法是3万元到300万元的这个罚则。那标示不实的话，就是4万元到400万元的罚则。食药署提醒，过年期间不少民众会买坚果类的食品，上好是经包装完整的产品，也爱确认产地来源、加保存期限等资讯。上重要就是看清楚内容物的成分，敢是有过敏原，以免开钱过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台湾大学伫昨昏是对外宣布讲，因要成立一个科技研究中心，要发展技术，要甲二氧化碳封存伫涂骹底，来帮助咱台湾达成2050净零排碳的目标。因应全球推行净零碳排，国立台湾大学测试嘛宣布成立新碳勘科技研究中心，要组织地质、工业等等下领域人才，对净零进一步发展碳封存的技术。对于未来，不管是在碳储存或地热上，都可以发挥它的贡献。我们也希望这个碳勘中心未来在许多项目上面都可以跟政府，还有关心环境永续的企业界能够共同合作。
台大新拓勘科研中心表示，为着达到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碳封存是重要的技术之一，主要要防止法定规定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到大气层。嘛，因为台湾一直有地质灾害、树地动，所以对地质的了解要非常完整，才知影以后安怎把二氧化碳送去土骹底，也就是先做完整的地质探勘，再做碳封存。未来中心会整合人才资源，连接国际。像日本，他们可能已经做10几年了。那欧洲、美国其实不断的，他们都有在做一些新技术的开发。那这个就叫做碳封存，也就是说把碳放到地底下去做一个封存的动作，让它稳定的在地底下。新拓勘科研中心表示，因自去年国发会公告台湾行向净零路径，就开始筹备成立中心，未来会下领域做地质资料的大数据分析，研究掠二氧化碳等等的技术，帮助台湾行向净零趋势。记者林立凯台北采访报道。那极端气候是互今年欧洲的新年是感觉真烧热，暖冬互几若百个所在高温拢破纪录，亲像伫瑞士出世的景点拢无说，那一寡食物拢已经提早开花。环保团体即马是呼吁讲，如果唔赶紧采取行动，安尼气候反常会真厉害。也毋过天气变温暖嘛，毋是无好消息，因为即马有真侪国家寒天欠能源，即马总算会当小可透一口气。伫瑞士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个度假村，要来出世人客无几个，而且这条隧道正花边拢是草坡啊。原来这条隧道是人工铺起的，可以看起来敢若是冬天。对这种假包的情形，更加当证明现实的世界拄着暖冬的危机。Autour de moi, 35 à 40%, si on compare avec l'année passée, qui était une très bonne année, qu'on est inquiet, mais on doit aussi dire la situation cette année est exceptionnelle. Moi, je suis depuis 30 ans dans les remontées mécaniques. J'ai eu 2 débuts d'hiver qui sont comme cette année. 瑞士山谷温度升高的速度是全世界平均速度的2倍，部分原因是因为气候暖化。西落了少，较无法度甲日头光反射转去大气。瑞士的气象专家讲，2022年是1864年有记录以来上温暖的一年，平均温度连是7.4度。La neige vient pas, là ça va commencer à être un peu plus difficile, j'imagine. 这几天自瑞士到波兰，国到匈牙利，欧洲有几落百个所在冠军纪录破新悬，其中布达佩斯经历过有记录以来上温暖的平安夜，元旦即天温度连是18.9度。法国12月30暗到30日早起是有记录以来上温暖的一年。元旦即天，西南地区温度要到25度，出世景点西无够，生理正歹。德国是记录到温度超过摄氏20度，是1881年有记录以来上悬。Climate change is making these extremes more frequent, and it's showing us also the vulnerability that we have. In the moment, we're seeing a winter heat wave, so we're seeing temperatures much. 结合电视新闻曝光，有一寡树啊，怎么已经开始开花，这也是暖冬造成的影响。或是要就是讲春天到啊，开始开花，一寡冬眠的动物也就是春天来啊，提早醒起来。也过有可能要啊温度搁降落来，危害着因的性命。气候人士希望国际社会赶紧想办法来应对气候变迁。另外，因为天气温暖，欧洲真侪国家的政府本来担心冬天的能源会无够，能源价钱会起。也过即马需求量降低，互因暂时小可较放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来伊拉克，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内底超过点钟式内底有用阿拉伯，还有波斯这的真侪款语言所写的古文，这珍贵的手稿有47000页，即马要用数位化方式来保存。也毋过工作人员敢若7个人尔，保存的工课真辛苦，因为毋知影要做到当时。工作人员正细腻地伫咧清珠顶头的涂粉，又该注意袂当互即款流传了几落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手稿，正脆弱的纸或者是皮，佫受到损害。整理好势了，再佫用翕相或者是扫描的方式，将即款古老的物件用数位档案的方式保存落来。وهذه الرقعة الخطية مكتوبة بالخط الكوفي القديم غير المنقط، وهذه العلامات تشير إلى قدم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كتابة وتشير إلى قدم الرقعة هذه الخطية باعتبار أنها مكتوبة على الرق وليس على الورق، يعني قبل صناعة الورق. 库法体可能讲是阿拉伯文书法内面上古老的，出现伫公元第7世纪，也就是穆罕默德先知创立伊斯兰的年代。
伫咧宗教影响力传开了，各发体阿拉伯文传遍即卖中东地区。现存上古老的伊斯兰经典《古兰经》就是各发体写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内面的历史文献，唔敢若阿拉伯文一种，也有其他。نتحدث عن دار في خزانتها 47,000 مخطوطة. هذه المخطوطة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خطوطات ب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اللغة الفارسية والتركية والعبرية والكردية ومجموعة لغات تمثل تنوعا ثقافيا هائلا وكبيرا فضلا عن الرقعة الخطية. الرقعة الخطية هي اللوحات المكتوبة بأيدي كبار الخطاطين العرب والأجانب. 有的手稿因为年代真久啊，纸或者是样皮有破损，工作人员就要查找原有的内容，结果伫咧边仔加解释。虽然有意大利加法国支援材料甲物料，不过即马手稿典藏室的工作人员只敢若7位，平均一年只敢若会当修复100页手稿。不过因储存的文件数量有到47000份，所以的工作量真大。يعني احنا ممكن 3 أشهر أكثر احنا ويا نفس المخطوط. فمن بعدين نشوف النتيجة النهائية شلون وصلناها. ممكن ما بي غلاف، ممكن يعني أوراقه مفككة، نخيطه ونجلده، نفرح احنا أكيد من نشوف هاي النتيجة النهائية اللي وصلنا لها. 伫咧首都巴格达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经过几多年的战乱，好佳在藏伫咧地下手稿典藏室，拢会当闪过破坏。不过伫咧人力材料拢欠的情形下，对规堆敢若山，如果袂当凊彩所谓化的古代书法。一寡数量无多工作人员正伫咧甲时间比赛。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美国有一间卖披萨店，只卖披萨贵松松，一块披萨爱新台票10万块，因为食材拢是用高级食材，而且佫会透金箔啊。若店头嘛，毋是甲这钱总赚，伊会用消费者的名义，甲一半的钱捐出去做善事。披萨饼皮铺伫个桌顶，总铺师手动作真紧，一直伫饼皮顶悬铺料。这间特色披萨店主打健康价值量，饼皮用料无搁错，搁增加菜色用量。但披萨烘出来搁压起司粉，加一寡菜色，小小的披萨马上送到人客面头前，清爽的味，互顾客是学到个特质。I mean, the fact that you managed to get all these flavors packed onto this pizza and you're not ingesting a ton of calorie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really thin crust and it's served with microgreens. So you take your pizza, you roll your microgreens in it, and you take a bite. So it's like a little burrito. 最近这间披萨店佫推出限定的特色披萨，用上高级的香炉甲金箔来做披萨。卖$3500，合新台币108000块，食一喙员工是几啊千块，这么贵是因为要做贡献。Number one, truffles only come 3 times a year, and our pizza has 2 ounces of Alba white truffles along with gold flakes. And not only does it taste unbelievable, but it also helps others because $2,000 of the purchase of that pizza goes to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in your name. 全餐厅望起民众食美食，也兼顾做善事。按过原本一份披萨用料无同，只卖8到12块美金，即马爱开将近300多杯计销，都要看民众是不是愿意买咯。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12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咱再会。